后山一处，后乡客家人建造的老屋，伫接近旺特的边缘，本人救到转来，始延2000年，也就是修武人的祖先。自1900年迁徙到后山，拄好100年。记到大概老屋，做薯片30-40年来长久无人带，加上天灾的破坏，已经到了强强为旺特的长度。2000年该年，休假天气动力后的第4胎，预防嫁出去的第2个妹的休确诊，打算移民美国。佢出國以前，轉到老屋探望阿妹老太哥，看到從小大嘅老屋，抱順到夜班嘅凄涼，本意知道當唔盼得，係使命感，也係多年來佢遊歷世界對藝術品嘅獨愛，本意留下來，決心將佢一生嘅鍍金用來裝修保存呢間古屋。一下，你來看看啊！確診，而係用別人來看待祖先留下來嘅文化資產。做89年噶吼，我家做學漢的，退休的，轉來看我媽媽，吼，個我哥哥，轉來了甲，看到了老屋吼，我台北那邊。農邊入邊攏無人帶啊，都30-40年無人帶咧。屋安尼緊落鐵咯，個比利時颱風來吼，屋當都掀鐵哩咧。民國89年的時候，比利時颱風，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刻，因為我剛好在做那個內政部委託的那個花蓮縣文化資產調查。那年我剛好我是第一次去訪問邱家，就剛好整個邱家的古厝被那個比利時颱風把屋頂全部掀掉。以前先看有技術要做滿的吼，念冇做實在是規方體咯，冇才有，佢隨時都會消失掉咧，冇退款咯，吼，冇掠一時要消失1000件，坦白上我冇都冇啊，安尼就老幾年參詳吼，人們記得，因為邱家甘州上兩門大塊。了就存一啲啲錢啦，退休啲吼存一啲啲錢，因你就做款啦吼，冇怎就退款嘛個啦吼，你係唔係講你愛嘅東西，你係吼睇一家，睇一家都為了天數就做起來，路面我都開始種咯，種到一半，差唔多先拆落嘅要幾日嘛。所以都給整理來整，給工都差唔多都就半年嘞。當半年過個了生意，我4個生意做嘅，佢講冇哎呀半年安尼啦。我就想講，好啊，佢都家屬就講出來，我講 OK， 吼，我都想講，我退休過去美國移民去美國嘛，吼。人整理，你得馬上會買來買去，他們都4個小孩子都很本愛。我講好啦，我哋冇做啊，先來去拿去了，他們一定愛，隨時你們都可以接班，但是要房子做唔得真規範的哩，我價錢沒價，路面我想講，我特別一間屋我都買得來，就700多萬吼，我想我來做就拉咧。都來啲買地都開始做木嘅啦，天奶啦，差唔多農村就2年咯，從都安尼，上下風風雨雨，落水天嘛個買嘅，就差唔多就2年時間。
1991年9月通过列为历史建筑。市民堂两片嘅壁全部係用10線壁，大約170公分高，夾成嘅牆壁。壁項嘅刺墨係出自劉家基先生嘅書錄。彩繪作品係由邱振邦大師畫嘅，櫃面壁看起來像寫人嘅目光，也係劉家基先生嘅出題草書，也係出自王昌齡老蘇軾嘅詩詞，也係出自王維老韋應物嘅詩詞。由劉家基刺墨落款嘅日期，就喺邱家古屋完成嘅年代。邱家古屋屋梁嘅建築係傳導式和貼導式混合建築嘅屋型，採用貼導式嘅目的係為咗將堂堂嘅壁和梁之間用雕刻、彩畫、書地來表現出佢嘅特色。一種傳統建築係千難得看到嘅。邱家古屋在東部算係保持相當完整嘅傳統客家建築。就邱家老屋現有屋梁建築來看，最高階級東客來分頭前和後背，各有5支梁嘅來做橫架，搭支梁嘅和梁嘅之間按到1公尺。邱家屋度進門嘅深度係5公尺。在台灣傳統嘅建築地位度，1公尺大約係60到70公分。梁樓棟之間也係用牆嘅來夾起來嘅，利用呢夾起來嘅牆嘅來做彩繪、字詞畫。屋度內外都附嘅彩繪歷史故事，全都係顯示邱家子子孫孫愛重視做人，就像邱家市民堂當過嘅詞匾重視體。傳統嘅大門係用盤用寸板嘅石牆，面堂後廂房嘅竹嘅蘭花、水墨花、老刺墨，全部係邱家主人邱安德親筆作品。去到邱家屋檐下，感覺無樣辦。不過，你抬頭看屋檐嘅時節，會發現建棚式嘅屋梁，複雜嘅建築，唔單單係豪華、老優工，個完全係照傳統嘅建築設計。也就是邱家老屋，在建築講得上係宮殿式嘅建築由來。兩邊之間係邱金水做起嘅養顏藥房，養顏兩字係邱安德親筆題詩，門巷詩花老刺墨係邱振邦題詩。湖邊富山係二房邱金富所有，民間嘅同學係主人親筆題詩。市民堂大門兩片嘅村門係用鏽孔雕刻嘅團梁做成。邱家古屋還有一個親特別嘅地方，就是在市民堂頭前屋檐嘅柱誒，係用色彩雕刻竹簡型嘅石柱，用來勉勵到子子孫孫高風亮節，節節高升。石柱嘅基礎很多柱柱，柱柱有雕刻花鳥嘅圖形、蓮花圖形、四方形。邱家在早期由屏東遷徙到後山來嘅統計係麥界。在樣板嘅情形下發展，又係樣板來起了間古屋。先來就介紹我阿公太，佢按到邱連孫，佢當時樣板要過來人家後山呢，通裝配就同我哋講，
当时乐队有一个上校的邱先生，佢带领因遐客家庄吼，来对抗遐日本兵。所以对抗的时阵，因的武器又较输人，当然就失败。所以失败了后呢，我公太佢都半夜带定补养对外，阿婆太同阿公，三煞半夜都逃走，一路行lên来到东港，东港了坐船的，过凤港了都翻山热凉嘛当时就按翻山热凉，个路线唔好，又惊日本兵来追，所以佢一路都行到太湖，经过太麻里，才来到台东。所以太麻里当时有遇到一个风水，太水都错啦。当时嘅太麻里有一个平埔族嘅青年同佢救转去，那佢休2-3暗步，所以身体又较早，又继续行到台东。结果来到台东呢，又遇到朋友嘅平埔族嘅朋友，佢讲台东行你待唔得咯，你要继续行到台中嗰只青年都继续同佢待到人家公埔。当时嘅公埔都係现在富里，来到台中，将对入去听见。当时嘅历史是安样的？阿公来家是12岁，8年后都差不多10岁。当时都有读到一个泰六人，因为今日讲崇山人泰六过来嘅个人，佢相正，我到曾阿基，曾阿基这个先生佢亲有个汉文的带，有学过书法，有学到呀汉语，有做呀地理史呀条也有研究，所以种种的个书语佢拢有传给阿公，所以阿公的书法可能都係呀郑先生教佢嘅，艺术都佢嘅學到都慢慢佢自家點樣同看病都因為都年年都進來較落當嘅生意都較好，慢慢的呢都有買一間木嘅土地，所以都帶定阿伯都向阿要做，要發揚人家養年中藥診所，養年中藥藥房。阿伯阿公嘅收入可能都係富人家片、小兒片，2科真有名。當時我第一印象係因為阿伯。佢都也較大，10歲又有考到中藥牌，2、3都共同也有傳導嘅就想話我們可以初步來揾較好嘅新婦你們都談到有一個朋友介紹跟人按到邱正邦也人頭擺是太六過來嘅兩姊也都有過來，所以阿公都拜託佢。因共同來種一個蔬菜，因啲開店，因都店面要出條錢，所以當時都計劃到條錢5間起嘅，後背有富農有兩農，佢都設計安樣嘅情景，所以將有根本嘅安樣嘅情景。伊無管你無分。族群，无管你原住民，或是遮个平埔族，拢总共一样的心态对待遮个患者。因为遮个患者呢，为当时经济无好，唔敢来遮甲伊摕药，可是伊真大声甲大家讲：恁若有病，就爱来看，无钱无要紧，先看较要紧。所以这是伊的医德。医德的部分对这种人代志较有帮助。普通若较困难的伊袂甲你提钱，做好势，伊若嘛做太慷慨，就叫方面别人若拼命也着上来冇钱冇图我拍，变钱嘛。是好，若咧干事伊冇乱涂，伊冇乱涂，阮即个涂底。哪来办？冇伊面冇乱囡仔，用就第因做唔到，伊做功德钱。
女邱家是一直到近年来才受到重视哈。在民国91年把他们申报为历史建筑，伊可是来他们是希望将遐秀峰吼，就咧叫做古迹啦。但目前来讲，其实就按样条件的啦。按当然来吼，但渐渐的，文化局、文建会方面也重视秀峰的景趟到周边的民建吼，通就嘛叫台梁吼。台屯啊，台屯吼，中华甲去台屯，通常嘛，安尼较简单讲，同队就甲种个台沙就甲台屯算到两片的一队的吼，甲队的下呢，一般来讲客家家族来讲，甲队的系祖先有下了嘛，春嫁嫁血，按得迄按得下的，手按得吼，应该叫手笔留下咯，人会点的就是个新民堂。吼，就拜送通吼。一般来讲，有两个牌位啦吼，有得上秀的，有得上料的。上料的就是秀福的阿太啦，了迄阿太的吼。再加下见五凤的，应该讲到就是女主啦吼。一般他家传统是奉十牌位的，要奉两十。因为讲了系从南部客家人的风俗，安尼送牌位，吼送通吼，安样一只安样的风俗留下了，非常就。客家特色的东西哈，尼客家人哦，过番了神啊，来到了后山哦，来伫了偏不错个状态吼，伫了作为开放的时期吼，是一辛苦啊，但是呢，对了文化的传承吼，伊从事了叫做强港语统的吼，你看了两件布，穿个亲又退了身了，又两件布。那就4面，那就真好看的图画吼。了木珠佮南府的乐队乡亲，戏了个舞个人就泰鲁来唐山师傅，写诗画个人就北浦客。古说了个舞说个，因为东浦的客家吼，来自西方西海吼，慢慢都有了多元文化的特色。邱家主人从事药草生理，其大家来考到中医师，传承家业。主人书法、文学的才华，就像二房的天意界模的邱曲珍，本身就对艺术画作有相当的研究，其深深认为，也见老屋唔单像是台湾。艺术作品更加是台湾本土传统文化的宝。把汉家风照顾恩你大家族，沙沙太看到中央，谁没家族不影响，有家中的命上涨。是头山者，穷人救的莫修者，多见地方很怀念，有家有家乐之生，阿公他。老阿婆她，董事皮东大铁中，日本军推出空路，三公班也变登州，翻山这两老读书。上来后，山青
世俗，拄到偏不攀沙路，救命安排太重大，太重漂不足求位，最早下甲迄休假，总是对太国自强，休假休假家自。